教育部拜二公布委托成功大学研发的 AI 开菜单系统，只要28秒就当规划学生一个月的菜单。那呢，有这食谱分类，还有营养标示等等，甚至是自动排毒有问题厂商。伊用资料表示讲，即马有一款的电脑系统会当省真侪时间。假设我们把它设成50块钱。 对调整介绍，开始设定学生的中昼顿，逐工要食的主菜汤含甜咯，只要28秒钟的时间，学生一个月营养菜单就完成啊！这是教育部委托成功大学开发的 AI 开菜系统，这个系统也互专门规划学生菜单营养师感觉真方便。 1个月有400多道食材，那我要确认说，那我礼拜1跟礼拜5的食材没有重复到，这样算起来其实可能要花1个礼拜时间在处理这件事情。但是透过 AI 开菜单的话，其实我们刚看到，可能教授话没讲完，那个菜单都跑出来了。这个系统的功能包括有菜单智慧的推荐、营养标示等等，会当用伫咧国校啊、国中和高中。成功大学表示，为着要避免囡仔食到有问题的食食，软体会自动排除有问题的厂商，像前一阵啊有3肉精的猪肉，这软体嘛会甲伊排毒，用其他的软白质来代替。当有这个食安问题产生的时候呢，只要在外部的这个新闻得知有哪些食材供应商，它的食材供应品项出了问题呢，我们就可以即刻提交给这个国教署跟这个教育部。我们的专法还没上路，但还没上路之前，我们已经做了许多专法。 比专法内容规范更投入更多的资源哦，不管是弱势的补助、食材的一个提升哦，那现在呢还有一个 AI 的开菜的系统。立法院当咧审查学校共创法律草案，教育部表示，目前特当补助的金额是74亿，未来专法若通过，拍算可当加出来26亿的预算。不过因为在违法的经济，中央和地方要安怎来分配经费，爱阁继续协调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